大家好，我係素銘，入嚟飲杯熱茶啦。人世間好多人都期盼天降橫財，覺得只要好彩一次就可以一世無憂，唔使再捱苦。但係靠運氣真係可以長久咩？今日素銘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不勞而獲嘅成語。今日講嘅成語係守株待兔。故事發生喺春秋時期嘅宋國，有個農夫每日都要落田耕種，日曬雨淋，生活過得非常之辛苦。有一日，當佢喺田入面做到成頭汗嘅時候，突然之間一隻野兔喺草叢度竄出嚟。隻兔仔可能係受咗驚，慌不擇路，竟然嘭一聲撞死咗喺田邊嘅樹樁上面。農夫咩都冇做過，就白白執到一隻肥兔，開心到不得了。佢心諗，既然坐喺度都有兔仔執，我仲使乜咁辛苦去種田啊？由嗰日開始，佢掉低咗把鋤頭，每日就坐喺樹樁旁邊，眼光光咁等下一隻兔仔撞埋去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田地生滿晒雜草，慢慢荒廢晒。結果大家可想而知，佢當然等唔到第二隻兔仔，反而成為咗全個宋國嘅笑柄。呢個就係守株待兔嘅故事。佢笑緊嗰啲將偶然當作必然嘅人，妄想不勞而獲係唔現實嘅。運氣就好似水中月咁，偶爾會出現，但捉唔住。做人始終腳踏實地先至最安穩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